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BA 顯微鏡嘅 AI 快訊第一集。我係 Dr. Will， 一位擁有 MBA 背景嘅科技觀察者。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下最近炒得火熱嘅 GPT-5 傳聞。OpenAI 係咪真係準備融合多個模型，搞個超級 AI 出嚟？最近有消息指啦，OpenAI 嘅 GPT-5 有機會結合多個模型，包括 GPT-4、GPT-4o、Whisper， 甚至影像處理模型。咁多樣加埋一齊，會唔會真係變成一個全能型 AI？ 不過 OpenAI CEO Sam Altman 就否認咗部分嘅傳聞。佢話：我哋仲未決定好 GPT-5 嘅結構，但係佢又冇完全否定未來會唔會做模塊融合，仲有得諗。事實上 AI 發展緊一個新方向，就係模塊化 modularity， 即係唔同功能模型嘅 AI 都可以做到 plug and play 咁樣嘅模式組合，例如語音辨識、圖像識別、編程助手，全部可以靈活配搭。對商界嚟講，模塊化 AI 未來可以一站式處理客服報告流程自動化，令操作更快更準。企業唔使重新打造多個系統，只要將佢哋 plug in 就用得。咁樣對中小企業嚟講呢，真係容易咗好多。MBA 顯微鏡唔止同你一齊睇新資訊，仲會幫你拆解背後嘅商業邏輯。想成為知識型專業人士，咁就要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啦。記得訂閱、like 同 share， 你哋對我每一個支持都係我嘅原動力。仲有記得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呢個話題。如果你認為 modularity 可以幫到中小企降低成本，就喺留言區打上 Y 字。如果你認為 modularity 未必可以幫到中小企降低成本，就喺留言區打上 N 字。我一定會用心睇晒你哋嘅意見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